今年高雄做赢的万年贵要伫咧双十连假来开始咯。今年赢火狮打出一只超过5公尺高的火狮，还佫招300位的民众做伙来救火狮大游行。伫现场还佫有真侪表演活动，希望民众大家做伙来斗热闹。大只火狮身躯黄色甲红色配饰是真有气势，这是今年做赢万年贵火狮。主办单位特别打造5.6公尺高、950公斤重的大火狮。每年当头戏赢火狮第一摆开放，予民众参与大游行。开放300名的民众报名，无几分钟的时间，名额嘛拢出了啊！这是我们高雄在地的 VBS 舞团，特别今天我们也编做了一段火狮舞，来做我们节目当中重要的一日。今年的火狮大家有哪看到哈？含往年也无相共，今年可能用电动的，往年拢是咱一寡气功大家咧咧光桥的方式安尼咧流热。高雄万年贵活动是结合公炮城、野火狮等等特色民俗，真有在地特色。今年阁有810台文创搭，也阁有马戏团、甲火舞等等动态演出，要互这个传统祭典，嘛会当吸少年人来参加。就是除了我们梦想家拉队会带来表演之外，然后也会有波卡的马戏团也会来这边表演，那还有舞团的表演。另外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市集啊，跟一些文创的小商店也都会在这一次的展示。一开始赢火狮只是宗教活动，后来连接历史文化，互做赢万年贵即马嘛正做南台湾重要庆典活动。今年活动是初7到初9，拄好是国庆连假。毋但有5公尺高的金火狮，周边阁有真侪搭甲精彩表演，要互游客有食阁有耍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